看到这个椎这个剑椎，然后剑椎底下这些都是肌群，这个都是肌群。所以在剑椎的旁边，就是这个剑椎旁边咱的这个盘坐这个底下，这个咬这个角三角也好啦，我们来自五角也好，坐躺，这样小可叫，就像站，你这个时嘛不是有足痛，就了听你有痛，所以你这个时要站啊小可叫，腰和迄个的肉缩含起的肉，对嘛？安尼他们想，哎，通通都是肌肉的，不是。生理卡生咱腰是迄个骨啊，迄个骨歪离去，这个骨歪离去嘛，变成腰，你起码你若腰咧人就来讲性骚扰，不要去做那个工作，绝对不要做。那个，我们有去学过整肌的人西方的人处理，他是把你那个手掌这个虎口张开，然后这个骨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手掌大拇指是压在这个位置，他把这个做牵引上来，就那个一个凹起来，用那个肌肉火山一直让它倒起来。到我这个弯落去，袂去痛，但是弯落去的时候，你就要去影响到啥？较需要安尼处理，去影响到棍口袂放屎的时阵，你放屎有问题的时，它是要安尼处理。若无这个问题嘛，注意一下，无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对这两个边啊，肌肉对有伤害，它就不会痛了。不是这个骨头在做关，是你旁边的肌肉被拉的痛。你只要把旁边肌肉弄就好，都是肌肉被拉才可以痛，不是的骨的问题，绝对可以跟鼓动器影响。